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面对上帝。很抱歉，牧师第2次确诊，所以声音不是很好。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追求一个终极的目标，有朝一日要与上帝能够面对面。基督徒要如何面对上帝？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因为当那日来临的时候，就有上帝的判断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的一生也都要摆在他的面前，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，在阳光下黑暗是无所遁形的。也应该说，每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，应该要态度谨慎，但是却不需要过度的紧张跟畏惧，因为上帝是严厉的天父上帝，但他同时也是慈爱的母亲。我们在面对上帝，虽然应当谨慎，但却应当保持着满心的期待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出埃及记第3第1节到第6节，记载了摩西受呼召的时候，也就是他这一生当中第一次与上帝面对面的情景。虽然我们知道说他在米甸的旷野40年，是他在向他的岳父叶特罗学习敬拜上帝的过程，但真正的面对上帝却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章的经文里面。我们借此可以说，人是可以透过其他人来学习敬拜上帝的态度、方式、知识等等的，但是跟上帝的关系却是个人的，这是无法传授、不能遗传的。圣经的记载，有一天摩西为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放羊，他领了一群羊，横跨了沙漠，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，在那里上主的天使像火焰从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看见荆棘着火却没有烧毁，他想，这可怪了，为什么荆棘不会烧毁呢？我上前去看吧。上主看见摩西走近，就从荆棘中来呼叫他，摩西，摩西。摩西就回答，是，我在这里。上帝说，不要再走近，脱掉你的鞋子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我是你祖宗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摩西遮着脸不敢看上帝，相信这样的景象是上帝特别向摩西所显现的。我们大胆的猜想，就连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叶特罗一定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景象。即便是后来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了西乃山下面对上帝，
领受上帝的诫命十诫的时候，上帝所对他们展现的形象也一定是不一样的。上帝确实是每个人个人的上帝，他对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旨意、恩典、赐福以及呼召，或是说要求。上帝呼召摩西，却没有呼召他的哥哥亚伦；上帝呼召大卫，也没有呼召他的哥哥们。上帝他使用路德，因为他愿意跟随他婆婆拿俄米的上帝，并且甘心为主所用。我们前面谈到，每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上帝都以不同标准的尺来量我们。耶稣基督说，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我来是来招罪人。这就非常明白地指出了这标准是不同的。病人需要给药，就像牧师第二次确诊还是要去拿药，健康的人不需要。罪人需要赦免之恩，但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人，却不需要跟罪人来相争。保罗提到了有关外邦人与律法，就是摩西律法的关系。他说，外邦人没有摩西的法律，他们犯罪就不在法律的之下灭亡。犹太人有法律，他们犯罪就按照法律受审判，因为上帝审判为无罪的，不是单听法律的人，而是实行法律的人。外邦人没有法律，但是他们本着天性做了合乎法律的事，他们就是自己的法律。虽然他们并没有法律，他们的行为显明了法律的要求是写在他们心里的。他们的良知也证明了这是对的，因为他们是他们的思想的时候谴责了自己，有时候为自己辩护。所以按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在末日要借着基督耶稣，针对人心中的隐秘实行审判。无论我们的生活是否有法律的准绳，或者我们都是按照良心行事，终有一日我们要与主面对面的时候，就如同前面所说的，就会无所遁形。保罗也是这样告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，所以按照我传的福音，上帝在末日要借着耶稣基督，针对人心中的隐秘实行审判。我们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，是否能够坦然无惧，甚至心中充满着喜乐平安？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功课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。麻烦大家今天的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，请我们自己来研读。
谢谢上帝赐下救恩，使我们能够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来与主你面对面，不但能够得到救恩、赦免和恩福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面对你的时候坦然无惧，能够领受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